凤芝，你先去厨房做鸡汤，3个时辰之后我就回来。你要去找太后？不去我不放心。如果太后真的不信任我了，一定会殃及相爷。可是，要不还是我去吧，我比较安全一些。你去才更不安全呢。你放心吧，一定要替我拖住相爷。老大，小心点儿。你找我？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天都快黑了。要是相爷问我怎么办啊？凤芝，相爷，相爷，你叫我啊？这鸡汤都做好了，娘子呢？他在厨房做一些小菜，让我先把鸡汤端过来。这个就是公主做的鸡汤。这汤都凉了，怎么喝嘛？既然她在后厨，那我去找她。不许去！何时去找到太后？已经4个时辰之前了。欧阳，去我见来。哎，相爷，万万不可！相爷，万万不可！松手！我不。老大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终于回来了呀！你是谁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娘子在何处？你娘子不就在这儿吗？你是福音公主。答对了，真不愧是我夫君。你把我娘子怎么了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才是你娘子，好不好？怎么，你喜欢上那个冒牌货啦？公主错了，我陈玉大婚当天迎娶的是谁，谁就是我的娘子。公主今日前来究竟要做什么？世人皆知，你陈玉娶的是我福音公主，而不是那个冒牌货。你我已经错失了数月良缘，还不如快点将生米煮成熟饭。来嘛，陈玉，你别敬酒不吃罚酒，你还想不想见到那个冒牌货了？公主，你究竟要我怎么做？很简单，只要你像夫君一样伺候我，我就告诉你他的去处。亲我。公主啊，公主与相爷喜结良缘，那我是第一个举双手赞成的。不过公主雍容尔雅，你与相爷的洞房花烛怎么能如此潦草啊？
不如我找家丁好好的布置一番，如何呀？倒也是。相爷，那我们晚上见了。公主，相爷，你终于来啦！我等了你好久了，等你等的好辛苦呀。既然公主抬爱，自然要多准备一些。这是陈某珍藏多年的酒酿，还请公主品尝。我来可不是来喝酒的，相爷。公主有所不知，这洞房夜里喝酒酿，乃是我陈家世世代代的传统。这酒，我知道了，可以助兴。什么？你想迷晕公主？你疯了？你脑袋不想要了？只有这样，我才有时间去找娘子。哎，完了完了，这下谁也活不成了。你只需要将药交给我，其他的事情与你无关。我是那种贪生怕死之人吗？我现在给你取迷药。我有天下第一迷药山茄散。哼。等一下，这酒可不能自己喝。我喝完了，来吧，相爷。相爷，我准备好了。公主，陈某有一事不解，当初明明是公主不肯嫁给陈某，今日又为何突然来找陈某呢？还不是因为我看中了相爷坚贞不屈的精神，就连最强的美人梦都无法让相爷失信。原来在太子宴会上，是公主给陈某下的药啊。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也不知道你们哪儿来这么大的胆子，居然敢用我的名义和赵淮安分手，这我当然不能容忍了。所以，我要小小的惩罚你们一下。没想到相爷如此的刚正不阿，看得我甚是喜欢呢。公主，陈某还有一事不解。洞房之夜是要动手的，就算动嘴，也不是用来问问题的。相爷，有问题以后再问。洞房之夜是要动手的，就算动嘴，也不是用来问问题的。相爷，有问题以后再问。欧阳、凤芝，来了！怎么样？晕了吗？晕了吗？搭把手。哎呦，晕了。晕了。你们在这儿看好他，我去找娘子。哎，等一下，京师那么大，你要从何找起啊？调动所有密探，
陈玉，你疯了！你为了掩人耳目装病这么多年，现在就大动干戈，那岂不是要白费了？无妨，只要能找到他。